邱风光接了台北市警察局的帅印之后，第一站就到了万华。有人讲他回娘家，但有人讲说他是去施压的，因为那场命案发生就在万华区。我们来看这报道。 从台北市长柯文哲手中接过印信，象征台北市警察局长正式从黄生勇交办给邱风光。但邱风光接过来的不只是印信，更是一颗烫手山芋，也就是台北市西门町2人身亡的枪杀案。嫌犯的经验提供给专案小组参考，目前进度非常的积极，我们有信心在短期内会全力来侦破本案。 其实一上任就接重大刑案，邱风光可不是第一次。5年前他接任台中市警察局长，也刚好碰上角头温其南枪杀案，同样都是临危受命。邱风光一上任就展现霸气，放话说有信心可以在短期以内破案。而为了这起枪杀案，他一离开台北市警局，立刻马不停蹄的前往万华分局。分局长我交代他了，好，谢谢。重要的我再跟各位报告。好，OK， 刚刚讲到了他的性格非常的凶悍。 但是刚刚讲到，他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也是他整个过去非常剽悍、战功彪炳。你跟他跑过一个地方，当时围捕林春生、高天生的时候，他是现场指挥官，他是现场的指挥官。当时他是副大队的，刑大的副大队长。当时在现场，我跟你讲，那个现场，任何参与过的媒体记者就知道什么叫攻坚。攻坚一定要有纵深，要有掩护。可是，在一个传统市场，哪里来的掩护？好，我必须要讲。 大家看过职棒的波浪舞，对不对？哇，大家一起倒，喊倒的时候一起倒。其实波浪舞是在这个地方，你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百姓、记者、警察一起跳波浪舞，因为没有纵深。当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情况不明，围捕林春生、高天明跟陈继勋3个人的那种肃杀的场面，维安特勤队连自己本身都防护不了的时候，盾牌往前。 只有盾牌能够往前的时候，这后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后面有100多名记者，300多名民众，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连自身的安危都没有办法保护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前线指挥官就是邱风光。邱风光他这个，我们是很可惜的说，这个画面没有带到。可是当时我们看他，你来看，这个时候他竟然自己一个人，快190公分的。 邱风光，对，他是现场的，他是带队官，他穿着防弹衣，前面没有任何遮掩，他就一个人站在前面。他有站在前面吗？他根本没有盾牌的掩护，他一个人就站在前面。他说：“各位记者先生，你们自己保护自己啊，自己保护自己，你们要自己保护自己。”那时候我们第一次觉得说，我们跑新闻跑到现在，真的有生命危险。但是他在临危的时候，他竟然带着自己最亲信的干员。 事情大的干员自己就往前冲，他冲的比维安还要前面，你就晓得说他的个性是如此。因为他说这3个人你不早点抓到的话，不要说什么，不要说他的上级侯友宜，连他自己可能官位都会不保。所以为什么能够不往前冲呢？大家一定要硬干。好，你从这个案子看到，他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出来，对，你看他，我跟你讲这个围捕过程非常冗长，所以他曾经脱掉过，他还把你说把他的因为那个钢盔那个实在太重了，防护衣我再受不了了，受不了脱掉，然后再来状况来了又再穿起来，这个时候还穿短袖，你看到没有？就这个整个状况弄了一整天，等到这一整天弄完之后，好 ，OK， 我们来看。 除了这个五常街枪案，紧接着就发生了震惊国际的叫做南非武官官邸人质挟持事件，对不对？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台湾的社会以及国际。好，这是侯友宜把这个卓茂奇的小婴儿给抱出来的时候，这个是还在进行当中的案子哦。大家要晓得，你所看到的画面，这就是邱风光。邱风光这时候在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说什么？现在小婴儿拿出来了。 老大，我们干吧！陈继熙还在官邸里面，要冲进去，等到什么时候？好，慢慢来。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已经天色快要黑了，我们就要干了，对不对？可是侯友宜没有办法下决心的时候，邱风光不断在告诉他说：“你今天是主官，我是带队官。今天如果说我们错失了这个机会，不击毙这个歹徒叫做陈进兴的话，他等一下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死伤。”好。 所有的维安特勤队在对面的制高点，当时我们在底下，在制高点上已经有2把65K2跟M16的狙击枪已经对准了陈继兴，结果那个红点
照到了陈进兴的头上。哦，他大发雷霆，他说：“你今天既然敢用这个东西来照着我，好，等一下我就杀一个人给你看。”这个时候他就告诉侯友宜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时候下决心。”他是一个琼州的带队官，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不是侯友宜拉住他，全世界也只有侯友宜拉得住他。所以他说：“等一下，因为等一下谢长廷会到现场来，因为是陈进兴要求的，我们再等一下。因为侯友宜的坚持，改写了历史，不然的话。”南非官邸的加持事件是怎么样收场？而且你说不知道陈进兴后来后悔了，是邱风光制服他的。对，陈进兴后来后悔，他就说完全因为是邱风光制服他的。好，那对的，你刚刚讲到说邱风光能够等于说过去在万华警分局的时候战功彪炳，号称破案率是100%，但是靠他自己吗？没有，原来他手下有一批非常能征善战的刑警。对，没有错。邱风光当这个万华分局刑事组长25年前呐，那么邱风光除了自己个性很冲，然后很敢、很杀之外呢，只靠他自己是不够的。对，他那时候重用手下2名侦查员呐，其中警政侦查员陈明亮，然后另外一位侦查员黄炳训，陈明亮已经提前退休了。那么黄炳训现在是桃园市这个警察局的督察3线1星啊，他重用这2个人，而且授权他们2个人大胆的去用枪，大胆的去破案就对了啊。然后下面当然还有一票敢死队，为什么呢？我讲过了，管中远命案能破的大功臣啊，姜老师、姜龙寿、辉给蔡丰渊，然后还有这个李明朗，还有兔子，这些人都非常厉害。这些人后来不约而同都到了一个单位，叫做台北市刑警大队。哦，所以后来台北市刑警大队不是接连破了好多重大的案件吗？后来包括这个陈进兴案，都是由台北市刑警大队的侦四队已经跟里面的卧底都已经长期监控了这3峡好几个月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强将手下无弱兵，但是你要充分的信任这些人哦。那邱方当时呢？他有一个个性，这一点柯 P 可能也必须要跟邱风光学习。为什么呢？邱风光个性非常的强悍，对不对？但是他从来不会在开所有的刑事组的会议的时候呢，当场骂谁谁谁，不会。他对你有意见的话呢，他把你叫到刑事组长办公室，门关起来，把你破口大骂，你知道吗？骂得你狗血淋头。但是你出去，如果你出去了以后，把我冲绩效，把我破了很多的案子，我绝口不提，而且我要给你很好的这个绩效，很好的奖励就对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肯替他卖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事实上，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有他的手下呢有一个很敏锐的那个鼻子就对了。像比如说陈明亮他的等于说是副组长，他们带队在台北市的峨眉街看到一个年轻人线报说他要卖安非他命而已哦。然后呢，就把他一抓起来以后，警报，两边有东西，有家伙，2把枪。一个17岁的少年怎么会有2把枪呢？你知道吗？从这个17岁的少年2把枪，陈明亮立刻跟邱风光报告，然后就把他带回万华分局刑事组了。以后呢，那时候的办案方式非常的科学，简称科学办案啊。然后科学办案了以后呢，立刻抄出来，你知道吗？火速南下，万华分局的侦防车全部下去，高雄破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下兵工厂，8个地下兵工厂，又拿出一把 AK-47。当万华分局刑事组在那边开枪的时候，那个拿望远镜在那边监控已经几个月的刑事局说，这批人是哪里来的？这批人是哪里来的？赶快冲进来说，我们监控很久了，你们哪里来的？结果呢，最后只好2个人一起合办，你就知道强将手下无弱兵。邱风光今天会成功，就是因为他愿意相信他的属下。好，我们看到了今天进到了台北市，很多人讲说台北市首战之区、文教之区，剽悍吗？能够打仗吗？但你知道很多的枪击要犯就是栽在台北。我们休息一下，回来。